Hello，我係 Victor，歡迎返嚟到新生活。一大清早就今日要拎部車去做少少維修，咁啊順便諗住八卦下個 showroom 入邊咧會唔會有啲咩新車可以睇下。咁我哋而家即刻出發。一入到 showroom 咧就見到一部 Model 3同兩部 Model Y， 而最吸引到我嘅眼球咧就係呢部銀色嘅 Model Y Juniper Performance 啦。今集喺 showroom 咧就係純粹靜態睇車，不過正因為我自己係揸緊初代嘅 Model Y Performance， 所以咧可以用車主嘅角度睇下新款有咩地方吸引，又感覺一下究竟佢係值唔值得升級呢？外觀第一眼咧，新款 Model Y Performance 咧感覺比舊款更加 sharp， 明顯車頭嘅燈組啊、線條啊都多咗骨線位。感覺少咗以前嗰種圓潤，睇落更加現代化。入到車廂最大感覺咧係新款比舊款咧就更加 refine 啦。Tesla 本身一向咧都係簡約主義啦，但新款嘅車廂用料感覺似乎就更加成熟。如果你由舊款 Model Y 轉過嚟咧，最明顯會留意到座椅啦、屏幕啦、後座配套啦同整體嘅質感咧都大大提升嘅。當然 Tesla 仍然都係好簡潔啦，唔會一下子變成傳統豪華車嘅感覺，但細節上咧係有進步嘅。我自己咧就揸緊舊版嘅 Performance 啦，所以咧就好自不然會問，究竟新版咧就值唔值得升級呢？如果你係第一次買 Model Y， 當然新款咧就會更加吸引啦。但如果你已經係有一部舊版嘅 Performance， 而且部車咧狀態亦都良好嘅話咧，其實就未必一定要急住要換。新款吸引嘅地方咧係設計啦、細節啦、舒適度同新鮮感，而舊版咧本身嘅加速、空間同實用性咧，其實依然都好夠用嘅。跟住落嚟就睇下新版嘅設計。頭燈造型改用成長條形嘅 LED， 頭泵把上面就加多咗個 cam， 入玻璃水嘅位置就搬到近車身嘅前方，使用上嚟更加方便。側嘅外殼改成鋼琴黑領面顏色，車身兩邊配有可以支援 Hardware 4嘅高解像攝影鏡頭，前後門板連氣氛燈係全新設計。後座門緊急手動開關，位置變得更方便同清晰。入到前排空間可以睇到就係16寸嘅輕觸式屏幕，加上轉波功能，直接喺屏幕操作。新款 D 字形軚盤，打燈方面就依然沿用軚盤左後方輕觸式操作。前標台上面就有仿碳纖維嘅裝飾板，前筒形座椅配有冷暖功能。椅背設計非常有動感，張凳除咗承托力夠同好包身之外，亦都可以調校支撐腿部肌肉。前後排座椅都備有透氣孔，而後排方面可以電子調校，而中間座位今代就刪除咗暖熱裝置。雖然係咁，但後排今次就多咗一個8寸嘅輕觸式屏幕。打開電尾門，今代嘅行李冚可以收納喺濕窗入邊。尾箱擾流亦有 Performance 獨有嘅設計。今次尾箱攝影鏡頭沿用外露設計，輪圈依然採用21寸，配有紅色 Brake 卡鉗。輪胎尺寸分別為前255、後275。尾下方擾流設計更具動感，值得一提，閂門聲明顯比上代更加沉實。總括嚟講咧，我認為呢部新版嘅 Model Y Performance 終於就將自己提升翻去一個正常嘅標準啦。佢未必會令每一個舊款車主即刻想換車，但如果你本身已經諗緊買部新嘅 Tesla， 或者想買一部又快又實用、科技感強嘅電動 SUV 呢一部車絕對係一個幾好嘅選擇。大家又對呢部車點睇呢？如果你而家揸緊 Tesla， 你又會唔會換車啊？
留言話我知啊，記住訂閱我嘅 channel啊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